现代台语版圣经以赛亚书第56章，上主安尼讲：恁着维护公平，实践公义，因为我会拯救君啊，我的公义怜悯实现，坚守安息日，拢无违背，手无做歹，即款人真有福气。已经归信上主的外族人，毋通讲上主一定会甲我甲伊的子民隔断。太监嘛毋通讲我不过是一丛打去的树，因为上主安尼讲：遐个遵守我的安息日，做我所欢喜的事，持守我的约的太监，我要互因伫我的圣殿。我的城位内有纪念碑，有名号，有比真侪囝查某囝较好。我要使因永远袂互人撤销的名。遐个归信上主的外族人要侍奉我，敬爱我上主的名，搁做我的仆人。因拢遵守安息日，无干犯滥用。确实持守我的约，我要带因到锡安我的圣山，互因伫我祈祷的殿内面有欢喜。我嘛要接纳因，献伫我祭坛顶的烧法祭甲祭物，因为我的殿要叫做万民祈祷的殿。至悬的上主有召集流亡的以色列人民倒转来，伊安尼讲：已经倒转来的子民以外，我嘛要召集搁较侪人来归我因。上主讲：田野的走兽啊，拢来；树林内的野兽啊，拢来吞食。以色列的守望者拢青眠，拢无知识，因是袂肥的狗，规日倒伫困，伫做梦。因拢是贪食的狗，规日食袂饱。遮的牧者无知识，逐个人行家己的路，追求家己的利益。因讲：来，咱来去买酒，啉厚酒，啉互够气。明仔载画甲今仔日相款，甚至搁较赞。